南投县信义乡的东部村有一个人为着要找水源，煞无细力去跋落山坎。这个消防局是前往救援，因以分段抽索的方式，甲伊对下骹扣起来，再个用光的甲光点半钟的时间，甲光上救护车，过程是真艰难。四界拢是树木甲石头啊，加上山谷之间的关系差，互搜救人员每一脚步拢真吃力。伫南投县信义乡东部村的山区，20中昼有一个27岁姓吴的查某人，伫咧找找水源的时，无细力摔落去50公尺深的山坎。消防局结合警义消，组21人的搜救队去救人。快到了，再来，姓吴的查某人倒边壳头有20公分的空喙，意识清楚。因为山谷之间无完整的路基，搜救人员先驶20分钟的车到产业道路的路尾，再搁步链去伤者的位置，刷落来用吊索先甲人游起来100公尺，再搁开半点钟，甲搬落山，送去哩救护车。接触到报案者之后，没办法把他往下送，因为要通过3个瀑布，所以把他上拉100米，然后是分段的拉，然后拉到步道之后，再花1个半小时的时间把他运送到救护车上。国山消防分队表示，当地地形真狭，附近阁有3个水墙，真恶通过，只好爬一连找较好行的路，用分段搬送的方式，紧甲伤者送到卫福部南投病院检查治疗。记者南投报道。